無否不健康，3分鐘話你知真相。食甜品、打邊爐、食壽司，一餐落肚又糖又碳水，搞到個人好容易水腫。其實身體入面嘅糖如果唔及時代謝，除咗會變脂肪之外，仲會加速老化。所以今日我哋就講下3個最科學嘅排糖方法，可以幫你穩血糖同埋快啲修復身體。糖食多咗，身體首先會將佢轉成能量。大多出嚟嘅就會變成脂肪儲起，仲有個問題叫做糖化作用，會令膠原蛋白變硬、皮膚鬆、血管老化。長期高糖仲會干擾胰島素功能，令你更容易攰、發炎，甚至糖尿病前期。而第一個有效嘅排糖方法就係補充維他命 B 群。B1、B6、B12 係糖分代謝嘅關鍵。B1 幫你身體將碳水轉成能量，減少糖變脂肪。B6 幫助胰島素穩定分泌，令血糖唔會大上大落。仲有一樣好強嘅營養素 alpha 硫辛酸，研究顯示佢嘅抗氧化力比維他命 C 高400倍，可以幫助細胞利用葡萄糖等糖變返能量，而唔係堆積喺肝臟或者內臟脂肪。所以如果你成日食甜品或者澱粉類食物，建議補充多啲維他命 B 群同埋 alpha 硫辛酸。而第二個排糖方法就係食多啲海帶或者昆布。聽落好似係阿媽先會講嘅嘢，但係其實係有科學根據嘅。海帶、昆布入邊有褐藻素同埋褐藻糖膠，可以抑制糖分吸收酵素，減慢血糖上升速度，令糖唔會一下子變脂肪。有研究發現，每日攝取含褐藻素多糖嘅食物，可以明顯改善胰島素敏感度同埋脂肪肝代謝。第三招就係低碳排糖法。食完大餐同埋甜品嘅第二日，建議做一日低碳嘅飲食，即係少糖、少飯、少澱粉，多啲蔬菜同埋蛋白質。呢個做法可以令身體優先燃燒儲存嘅糖分同埋脂肪。可以再加一個 bonus， 就係拉長空肚嘅時間，即係16個小時斷食法。研究指出，間歇性斷食可以提升胰島素敏感度，促進糖代謝，減少內臟脂肪同埋發炎。所以大餐後如果想快啲清除身體入邊嘅糖分，靠啱嘅飲食同埋營養補充品，比狂做運動更加有效。唔知你哋有冇試過一啲特別嘅排糖方法呢？可以留言話我知。我哋今集就到呢度。記得訂閱，我哋下次見。本頻道分享嘅係健康資訊，唔係醫生開嘅藥方。如果身體有咩唔舒服，記得揾專業嘅醫生傾下。